你不是要追人吗？看好了，看我教你怎么追美人儿。陆师妹，在下峰回峰曾叔叔，请问陆师妹在找什么书啊？诸子百家，医术剑谱，你可以告诉师兄，师兄可以一起帮你找吗？老板，有没有看到青云门的弟子进来？别跑！青羽，小凡，靖宇，靖宇，你长大了，你也是啊。真没想到，居然能在这儿碰到你。小凡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啊？哎，还有你，你们俩认识啊？早说嘛，自己人。谁跟你自己人？不务正业。戒律堂长老已经下过命令了，青云弟子不准进这间书铺。你现在跟我走一趟吧，到戒律堂喝杯茶。等一下，你们俩不是老相好吗？对呀，我们是老相好。那就麻烦你委屈一下，黑锅你来背吧。齐师兄，哦，师妹。过来。齐师兄，这是我小师弟。我不管刚刚发生了什么，千错万错，都是这个家伙的错。我师弟肯定是没错的。有事没事回去再说，走。让你买灵药，药呢？跑到这种地方来做什么呀？没事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听说你和齐浩一起去河阳，抓获了很多犯戒的弟子，其中还包括你曾师叔的儿子曾叔叔。是的，师父。萧逸才不在，齐浩就是掌门座下的首徒。如果没有消息，他会亲自去抓人吗？我看他是怕得罪风回峰。只有你人傻勤快。师父不是去玉清殿和掌门议事了吗？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哼，人家齐浩一早跑掌门那儿就去邀功去了，只有你笨笨的只懂得罪人。不管齐师兄如何，弟子身为戒律堂首徒，必当秉公办事，绝不徇私。绝不徇私是吗？那我问你，你那个小兄弟，你为什么不处罚他呀？师父，小凡的为人，我最清楚，老实内向，绝不会犯错。况且这5年来，田师叔从来不让他出大珠峰，他怎么可能会去买银书呢？好了，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，
怎么，这么多年没见了，没留他说说话？弟子也想，可是没说上几句话，他又让田师叔给带走了。本来还想问问他草庙村的事呢。当年草庙村一案，他受了很多的惊吓，当时的神志都不太清楚。过了这么多年，他有没有想起什么新的线索来呢？若是想起来，小凡一定会告诉我的。他小时候那么聪明，早晚都会想起来的。早晚。张小凡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！竟敢跑到书铺里去找什么淫词验本？师父息怒，徒儿知错了。有这个态度啊，河阳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。我问你，是谁唆使你下山的？你不要命了是吧？5年前，为师怎么跟你说的？没有为师之命，不得下山半步。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是吧？这眼睛里还有没有为师了？你说话，说话呀！闷葫芦啊！不说是吧？好啊，明天开始上后山，连砍3个月的竹子。好了好了，起来吧，去做饭吧。哦。哎呦，我一看你这个样子呀，哎，小凡呐，你能不能把你做饭的那点心思啊，稍微的用一点在这个修法上啊？你看看你现在，啊，这么多年了，一点法术你都使不出来呀。师父，弟子知错了。知错，勇于认错，坚决不改是吧？小凡呐，你已经入门5载了，你除了跟师傅这儿学了点3脚猫的剑术以外，你学会什么了？小凡，咱们这样啊，师傅呢，求你个事儿行吗？你可千万要答应为师啊！若是他年行走江湖之时，人家问起来，张小凡呐，你师承何人呐？别跟别人说我是你师傅，我丢不起这人。让开！小凡，别着急，师傅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就是啊，小凡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做咱们青云派的第1大厨也是不错的嘛。其他峰想吃咱们峰的菜还吃不着呢，宽心点啊。王二叔，我今天看到金宇了，他变了一个人，英姿飒爽，风度翩翩，他已经成了龙首峰的首徒了。金宇说，他一直在勤练功法，要查明当年的仇人到底是谁。唉，我呢，我怎么这么没用？法术也学不会，还总惹师父不高兴。不过我不会气馁的。师父说过，邪不胜正，我一定会查到水落石出的那一天的。小凡，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
小凡啊，你刚刚为什么不跟我爹说，是我带你下山的？本来就是我的错，怎么好让师姐一块跟我受罚呢？哎呀，爹也真是的，不就下一次山吗？至于说的那么严重吗？不能这么说，师傅他也是为了我好。是，都是为了你好。哎，你刚刚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去见王二叔啊？掌门不让我跟金宇和王二叔见面，我知道他是怕我被仇恨所困，这我都懂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可是就算不提仇恨，王二叔是我的故人，他生病了，我也应该去看看他。哎呀，你总是这么好，总是这么替人着想，真乖。谁？师傅，是他，师姐，快回去告诉师傅，快去，快去呀！小凡，快去！你是谁啊？为什么要杀我？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此乃炼血堂的血压之术，魔教简直是狗胆包天，竟敢潜伏到我青云门中。说潜伏倒不一定，青云上下，哪有魔教藏身的地方呢？那个杀手受伤之后，似乎已经忌惮了你我，这么多年来从未出现，相隔5年再次出手。这杀手为什么一定要置小凡于死地呢？是不是这个孩子身上藏着什么不为人所知的秘密？这孩子呀，从未踏出大珠峰半步。也就是前日去了一趟河阳，
唯一的可能，就是当年的草庙村。很可能是当年屠村时，小凡看到了那个杀手的真面目，所以那个杀手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追杀小凡这孩子，这是要杀人灭口。不管杀手目的为何，炼血堂死灰复燃，不可不防。当年这桩血案疑点甚多，掌门师兄已派萧逸才到魔教中打探好些年了，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。小凡，哎，谢天谢地，幸好你没事了。师姐，我没事，你不用担心我。袭击你的人是谁啊？你认识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一回来马上就让爹去救你，结果还是晚了一步。幸亏那位前辈。那位前辈是谁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听说他是负责祖师祠堂的，可是很少有弟子见过他。爹，师傅。昨晚的事情，不许告诉任何人。为什么呀？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不是应该禀告掌门的吗？你是爹，我是爹，听你的，听我的。哦，河阳的事情，我就不追究了。老七呀，三更半夜的，你跑到后山干什么去了？哦，他在练功，我去督促他，顺便给他指导指导，笨鸟先飞嘛。还指导指导？你师弟要是补课管用的话，他早就成了绝世高手了。老七呀，不是为师说你呀，你说你跟了我这么久了，连个自保的本事都没有。灵儿啊，现在补课是没用，对于他，就该捅捅他那个榆木疙瘩脑袋。行，你做饭吧你。哎。哎呀，喏，第3层御剑法诀。御剑怎么了？师姐亲传，如假包换。哎，不行，大师兄教我第2层，我都还没学会呢。哎呀，深入浅出，融会贯通嘛。前面学不会的先跳过去，直接学后面的。到时候啊，你呀，先学会一个御剑之术，这敌人来了之后呢，你打不过，起码还会跑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可是师傅说，习武要循序渐进，脚踏实地，我怕。怕什么？我爹要是问起来，我替你担了干系。我熬了一宿，给你死背出来的，你就这么辜负我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呢，到时候就偷偷的练习，一下子让师兄们大吃一惊。可是师姐，我怕你被师傅骂。你只要不在他面前去表现，除了他，谁还敢骂我呀？你呢，就把这个御剑好好的学好，以后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。好了，赶紧的，师姐陪你练。来，好，保持住啊！过来啊！来，好，
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这边，这边，到这边来，快点，来！稳住，稳住，好。太棒了！我们青云门法术自外而内，吸纳天地灵气归于丹田。天音阁功法自内而外，体悟自身，周身经脉犹如江河浩浩运转。师姐，小凡，小凡，你干嘛呢？这只猴子捉弄我，气死我了！亏我还用心的教你武功，连只猴子都抓不住啊！师姐，那猴子在干嘛？前面好像有点不太对啊。
小凡，小凡，你醒醒啊！小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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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啊，小凡，快起来！我没事。小凡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头有点晕。这里太古怪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。好。走。这是什么呀？小凡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好。别管他，走。哎，师姐。走吧。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了，嗜血珠终于出现了下落。老大，这嗜血珠究竟有何威力？找到它就能重振我炼血堂？当然，嗜血珠乃名动天下的至凶之物，任何生灵活物接近于它一时三刻都能被这嗜血珠吸食精血而亡。千余年前，嗜血珠为我炼血堂长老黑心老人所得，之后便所向披靡，击杀无数正道高手。只可惜，在黑心老人死后，此珠便不明所处。直到5年前，避火符感应到嗜血珠在青云出没。不枉我蛰伏这么多年，嗜血珠终于有了下落。嗜血珠应该就在这一带，全力搜捕，发现任何可疑的人都要给我带回来盘问。是。这猴子怎么回事？他好像缠上小凡了，不愿意走，我就做主把他给带回来了。哎，我刚去深谷探过了，并无异常，多半是灵儿的修行不够。妙强带着小凡同乘琥珀珠林，御空而行，最后脱力了吧？说话呀！哎呦！哎呀，娘，我怎么可能修行不够呢？是吧，小凡？是。你是什么事啊你啊？身为青云弟子，居然被只猴子给欺负了，这事儿传出去，为师这脸让你给丢尽了。还是。好了，一天没吃饭了，饿了吧？好饿，好饿。去厨房吧。哎，走。
师傅，对不起啊。你要是想继续住在这儿，你就老老实实待着。怎么就不行呢？师姐明明教过我的，哪怕起来一下也行啊。再试试。起。起。哇，有进步啊！哎呀，别闹了。烦着，慢慢来嘛，一定可以的。哎，你这只宠物从哪儿弄来的？你说小辉啊？看竹子的时候认识的。哎，小心！哎，没事没事，是我疏忽了，忘了这三眼灵猴脾气暴躁，容易伤人。什么是三眼灵猴啊？你不知道？你自己看。哦，果然还有一只眼睛啊！它可是一只通灵奇兽啊！待它成年以后，就能打开第三只眼睛，而且它还通晓五行仙术，还是个千里眼呢。千里眼，小辉，你听见了吗？你长大以后可比我还要厉害呢。小凡，打个商量，要不然你把它送给我吧。被骂了吧？你这样太不尊重猴子了。哦，尊重猴子？好吧，那就算了吧。小凡，你上次不是说要追一个女孩子吗？来，跟我走，我教你追女孩子。来，哎，哎呀，走吧。喂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待会儿我说点火，你就点火啊。哦。借问一声，贵麦的陆雪琪师妹在吗？请出来说句话。哎，雪琪，干什么？不许过红桥一步！必
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的雪琪师妹。今天师兄来小竹峰啊，是有一句肺腑之言要对你说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喂，咱们让回去吧。嗨，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悦君兮君不知。雪琪师妹，我仰慕你已久，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。师妹别动怒，曾叔叔向来贪玩胡闹，你不理他就是了。哎，等等！雪琪师妹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，这是我送给你的。莲花，哦。雪琪师妹，你喜欢吗？跑啊！你看，他多喜欢我呀！喜欢？你没看见他拿玉剑伺候你啊？哎呀，你不要这个表情嘛！打是亲，骂是爱，又亲又爱，拿脚踹，你懂不懂？哎，这样吧，下次我让我爹去说一下，小凡，你回来大竹峰以后，你也跟你师娘说一下，哎，让他跟水月师叔帮我去说个媒嘛。行，师傅要知道了，非杀了我不可。你自己继续做吧。嘿，兄弟，刀山油锅一起下的。嘿，喂，哎呀，你听我说嘛，这个女孩子的心呐，你是不懂的，但我懂。进来了，嘿。老七啊，信上说拿东西来换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他们要什么，我只看到这封信。小凡，你说灵儿是在黑竹林被抓的，当时你人在哪儿？我在小竹峰。你去小竹峰干什么呀？田师叔、苏师叔，师父派我前来协助寻找田师姐的下落，消息已经发送到各脉了。这有封信。
家，莫非是那神秘之人？神秘之人？田师叔不必着急，我有线索了，一定可以找到田师姐的下落。这信笺很特别，我对照过，与之前我们收缴的颜如玉书屋的纸张一模一样。绑人留信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想必是早有预谋。而且对青云门的形势很是了解，光凭这个，就能判断出他已经在山下潜伏。喂！啊，什么事啊？我有急事，想进去找本书。关店了呀？你不认识字啊？走吧。什么事啊？我想进去找本书。好，进去吧。谢谢啊。老板，这么多书都是从哪儿来的呀？啊，那自然是全国各地收来的，还有一些熟悉的商行，收废纸废物卖杂货的货郎，路过这儿也会给我捎一点。怎么了？老板真是朋友遍天下，难怪有这么多书呢。老板，你这幅画卖多少钱啊？哦，那幅画不卖。不卖？嗯。
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多谢。我师姐在哪儿？把她交出来！还是先担心你的小命吧。小看你了，竟然是以命换命的打法。师叔，掌门师兄，你看这如何是好啊？这炼血堂绑架灵儿的起因是要一样东西，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呢？难道是诛仙剑？这不可能，实在是太高看我田不易了。即便是绑走了灵儿，也换不到诛仙剑的。这年老大蛰伏青云山下多年，想来筹谋已久。他们要找的，必定是对炼血堂极其重要的东西，说不定就是他们无意中落在青云的宝物。掌门师兄，青云门弟子的凡间家人271户，一夜之间被炼血堂全部掠走。各家门户上都贴有此符，他们让小辈弟子们去换回自己的亲人。如果各脉首座参与其中，他们将会杀掉所有的人质。该如何处置？还望师兄示下。我爹身体不好，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熬过去。你爹娘互相还有个照应，我娘就一个人，而且年纪也大了。师兄，我也要去救人。你就好好休息吧，多带几个人反而会……老二，
小凡，师妹还没回来，我知道你也很着急，但师父已经吩咐过了，你必须在门派里养伤，还是听师父的吧，啊。师父，老七啊，你现在该知道了吧？学武功、练法术，那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对自己很重要的人。师父，都怪我不好。可是，被抓走的是师姐，我就算活出性命，我也要把师姐救回来。不必再自责了，老七啊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。师父，老七，不是为师不信任你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就算是去了，能有什么意义啊？师叔，据魔教开出来的条件，师叔不宜出战。掌门和我师父已经决定了，由晚辈和齐师兄打头阵，带领七脉弟子前往避火天冰湖救人，而师叔则以六脉首座在暗中尾随。到时候敌在明，我们在暗，这样一来，才能够确保人质的安全。好。小凡，你好好养伤，我一定能把你师姐给救回来的。不行，我得去。哎，你别告诉我你要去救人啊！这山长水远的，你又不会遇见，怎么去？跑着去啊！你怎么还不去救人？我家亲戚命太好，没被抓，我爹不让我去，我也没办法。不过，我听说这避火天冰湖是炼血堂的老巢，血色枫林，机关重重啊！单凭旗号，他们，唉，所以呢？所以，大家都是同门，当然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哎，我要去，你去不去？走啊！计划有变，前方有禁制，看来我们无法御剑飞行，暂时只能从外围徒步进入了。小凡，小凡，小凡，张小凡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陆师妹，你怎么样？齐师兄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关心田师妹的吗？师兄，我们能照顾好自己，不会拖你们后腿的。嗯。
老大，看你这个架势，是要跟正派有一战呐。嗜血珠马上就要到手了，我炼血堂100年复兴大计就在眼前。别说是青云门，就是众派聚齐，又有何惧？嗜血珠？你不是开玩笑吧？黑心老左的嗜血珠？你以为我潜伏在河阳5年是白待的吗？哼！就在这群人中间，只要青云弟子走进来，我就能把他拿到。可是你怎么知道的呀？5年间，嗜血珠的方位始终飘移不定，如果被青云珠脉首作所得，必将交给道玄。而如今没有固定的方位，而且还一再改变位置。想必是被人随身携带，肯定是某个弟子不识货，得到了宝贝，他不会用。没错，幸亏青云那帮首座不知门下弟子怀有此物，否则定会被想方设法毁掉。我们还得感谢那个人，才令我教圣物安全保存至今。嗜血珠最后一次出现，方位就在黑竹林附近，而通往那里的只有后山大珠峰、小珠峰、龙首峰3脉，所以嗜血珠一定就在他们其中一个弟子手上。不过老大，你可千万不能疏忽大意了，那青云七脉肯定在暗中救人呐。待我得到这奇世珍宝，再吸取池底1000年血坤的功力，就凭他这区区的道玄，田不易，又怎么会是我的对手？是，老大说的是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是跟来了。出发之前，我还一直在想，到底要不要接上你。前路凶险，一路小心呢。喝水吧。陆师妹，你难道不记得我了吗？我就是你那天在颜如玉书屋买书碰见的那个。我不说，我换个话题。哎，那天我送给你的烟花你喜欢吗？这样吧，等我回了山上，我就跟我爹说一下，让他去跟水月师叔商量商量。商量什么？提亲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是你。方才多谢阁下出手相救，只是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？谁跟着你们了？我只是不想欠你们人情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在河阳见过他。他是……我是谁不重要，你们只要记得我是救过你们的人就行了。当然了，不包括你。那，姑娘，你怎么知道如何破解血液灵骨？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就跑到这儿来，是来送死的吗？碧火天冰湖是炼血堂的总部，已经有1000年了。这一代管事的叫做年老大。阁下知道这么清楚，莫非你认识魔教的人？娘，碧瑶，不要出来！我娘就是被他害死的。我已经找了他多年，四处打听，终于有了一点线索，所以才在河阳。你是来报仇的？我是要让年老大死无葬身之地。姑娘身手功法绝妙，是出自哪一派？关你什么事啊？连血液蛊虫都对付不了，我劝你们还是回去吧。再往前走，等于……按你们所说，这摆明是年老大所设的陷阱。他到底想要什么呢？只有一个可能，他想要的东西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。他不敢说那是什么，也许是一件对炼血堂至关重要的宝物。一旦被师尊知道，这宝物就会被销毁，他得不偿失。该不会是……是什么？没什么。
反正先想办法进去再说吧。喂，看得出来吗？你知道？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看得出来，她在风林里边用的那件法宝叫伤仙花。这个女子可是来头不小啊！你们看。 怎么感觉绕来绕去都在兜圈子？怎么可能？你要相信我，我从小方向感就特别好。哎，你跟我走，这。走。我承认兵分两路是个好办法，可是我怎么觉得，他们那一队也太不靠谱了吧？他们俩。 真能把人质救出来吗？放心吧，这可是曾叔叔在陆师姐面前表现的好机会。哎，对了，那个信使可信吗？不信也得信呐。这个玉佩是通天峰的信物，每一脉只有一个，是无法伪造的。那也有可能，炼血堂会抓了那个人，拿这个玉佩骗你们进去呢。 姑娘说的是，不过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你要是有所担心的话，现在回去还来得及。你们不去，我自己也得去。快走吧。清月，一会儿进去以后，如果有危险，你别管我，先救师姐和师兄们的家人。别担心，我们命大。况且我有师父的斩龙剑在手，我一定能斩妖除魔，扫平恶贼。哼，命再大也禁不住你们去送死啊！明知道是陷阱，还硬要往里面闯，干嘛？你们的亲人也被绑了吗？ 我们的亲人早就不在了。我们的亲人和草庙村都被屠了。青云如此收留我们，对我们恩重如山。况且师兄弟他们受难，我们岂能坐视不管？
有没有人啊？哎！是兔子是狐狸，你吱个声啊！我今天太黑了，我下不来。我给你个包子，我明天来看你啊。你们是草庙村的人？你知道草庙村？哦，年老大我调查过，发现他5年前出没在青云山，而且那段时间也是草庙村被屠的时间，我猜有可能有关联。多半如此。屠村之仇，不共戴天。这次我们一定能够查出凶手。救我的人到底是谁呢？哎，还真有个山洞啊！小心！这是什么？可能是年老大所豢养的怪物。我们快滑吧！小姐姐，待会儿呢，要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，你千万别害怕，有我呢。在门口等着我，别拖我后腿。小琪琪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不许再胡乱称呼我。小琪琪，小琪琪。站住！见着狗爷我居然不行礼！你们新入门的吧？谁带你们进来的？狗爷好，小的初到避火天冰湖，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狗爷恕罪。哦，最近来了不少新人呀。是啊，狗爷，我们兄弟几个刚被调回总舵，还没来得及指派任务。没指派正好，就你，跟我走一趟，我吩咐你办点事儿，走。走啊！是。怎么办？我去祭坛中央破坏机关，
你跟着他，见机行事。好，你小心点。你也是。马上啊！干！来，继续喝，我说话。好酒啊！爽不爽？咱喝酒，吃的啊！来，吃的。来，买上。还不肉地方。哎，站住！你干什么呢？来，可爽。